歡迎收聽 Her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我哋為你帶嚟最新、最真嘅新聞及時事分析，深入全探討。廣深西部公路嚴重車禍，巴士猛冚警車，警員跳橋逃生，10人送院，巴士司機被捕。廣深西部公路6月6日傍晚發生嚴重交通事故，涉及2架巴士、1架警車及1架的士，共造成10人受傷，包括一名為保命跳橋的31歲交通警員，事後傷勢嚴重，送院時一度傳出有生命危險。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已親赴醫院探望。涉事64歲城巴車長已被警方以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嚴重受傷拘捕。驚險瞬間，警員15米高橋上跳下保命。據了解，下午約5時24分，廣深西部公路往深圳灣口岸方向，近下村路新圍污水處理廠附近，一輛城巴故障停路邊，有警車趕至現場處理事故。當時31歲姓廖的男交通警下車協助，突然令一輛 B3X 線城巴疑因未能及時剎車，猛撞停於現場的警車，導致警車被撞向前方一輛的士。事故發生瞬間，正站於故障巴士尾部處理案件的廖警員見巴士迎面衝來，避無可避下決定從約15米高橋樑跳下逃生，墜落橋底泥地及樹林位置，導致頭部及身體多處骨折流血，傷勢嚴重。幸送院時仍保持清醒，能夠對答。10人受傷，司機當場被捕。事故中，除該名警員外，涉事巴士司機、的士司機及多名乘客亦受傷。初步統計共6男4女傷者，部分人經現場初步治理後送往屯門醫院救治。警方經初步調查後，隨即以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嚴重受傷，拘捕涉事64歲姓蘇巴士司機。事故原因仍在進一步調查中，警務處處長親赴醫院城巴全力配合調查。警務處處長周一鳴接報後緊急趕赴屯門醫院，探望重傷警員及慰問其家屬。據悉，傷者廖警員自2014年入職警隊，現隸屬新界北交通管制組，工作表現優異。城巴發言人回應稱，公司高度重視事件，正積極配合警方調查，並將盡快公布詳細調查結果，亦會向受影響員工及乘客提供適切協助。交通大受影響，公路一度封閉。受事故影響，廣深西部公路往深圳灣口岸方向近下村一段部分行車線被封閉，現場交通一度嚴重擠塞。當局呼籲駕駛人士提早改道行駛，避免影響行程。如果你唔想錯過最新、最真新聞及時事分析，記得點讚、訂閱 Her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撳埋鐘仔，第一時間掌握全球政情動態。多謝收聽。